我是阿财，人才的才，毋是大财的财。这是阮阿公甲阿嬷，因逐工拢咧顾花、顾草兼顾我。这是阮老爸甲老母，因逐工拢咧无闲趁钱，无阮会枵死。逐工早起，阮老母拢着甲面装甲水水，才去食头路。伊讲安尼才有礼貌。捌听大人伫讲，囡仔人爱有礼貌。我着摕阮老母的言辞，甲家己话学较有礼貌咧。想袂到伊煞掠讲弹上去。见若阮老母起性地，阮老爸就惊甲讲无话。阿嬷直直念阿弥陀佛，阿公颠倒是笑甲掠袂牢。逐暗因头路食煞，转来到厝，规身人拢虚咧咧，强要翘起的形。我伫药头路即落物件介歹食的款，后摆大人若叫我食饭，我着紧食，毋好搁踮遐咧顾死啥。阮老爸听我讲无要食头路，连边讲毋好安尼无志气。伊讲咱人着拍拼做一支有路用的螺丝，通互社会即台大机器会振动，利益众人。阿公讲，恁老爸是一支螺丝，斗着恁老母，才生你即个落来。阿嬷笑甲面仔红记记，讲阿公无正经，讲甲迄假歹囡仔大细。我听无阿公咧讲啥，毋过看阿嬷笑甲遐欢喜，我嘛跟咧直直笑。我4岁啊，阮老爸送我去读幼稚园，讲是要去学规矩，大汉才通做一支对社会有贡献的好螺丝。阿公捌甲我讲，去幼稚园交朋友，若欠螺丝，工厂会做，学校毋是做螺丝的所在。阿公伫怨叹，拼规世人，才买一支螺丝。阿嬷讲，子孙有因家己的福气，免等甲操烦。阿公过身啊，甲伊钉伫壁的是一支螺丝。我问大人，过身是啥？因讲过身，就是去做仙仔。嘛有人讲，阿公搁去出世啊啦。毋知阿公出世伫佗，伊敢会搁来出世做我的阿公？我5岁，我即马是哥哥啊。我6岁，逐个拢学了我敖读册，捌规矩。讲到规矩，我着想起阿公哪像捌甲我讲过啥。亲戚朋友拢甲阮学了，讲因足心善阮兜，有福气，搁出好子孙。阮妹夫甲阿公做伙翕即张相，我不时伫想，阿公哪像捌甲我讲过啥。阿公跟我说的话，我记不得了。